好快就到清明節啦，以下有啲事項要留意下嘅，等我殯儀先生致力同大家分享下啦。第一點，拜山嘅時間建議最好係上晝8點至到下午3點，因為3點過後太陽漸漸落山，陰氣亦都會上升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第二點就係我哋去拜山之前，千祈唔好食得太飽。當然我哋可以食少少嘢打底，亦都唔需要餓住個肚，只不過係先拜祭先人，等先人食咗先，以示尊重。之後拜完山可以慢慢再去食嘢。第三點就係而家好流行嘅自拍，或者去拍一啲影片做紀念，其實亦都可能影到其他嘅先人龕位、山墳，搞到佢哋唔中意，就唔係幾好啦。第四點，6歲以下嘅小朋友就盡量唔需要去拜山啦，因為年紀細，陽氣亦都唔係咁足，甚至乎可能有陣時俾環境嚇親，返到屋企就會病，亦都係經常聽到嘅，呢個亦都要注意下啦。第五，出於對先人嘅尊重，我哋去拜祭，建議都係着翻素色衣服，背心、短褲呢啲就留翻平日去街先至着啦。第六，如果係孕婦或者月事來潮嘅女性，嗰段時間容易氣虛血弱，容易唔舒服，以免動咗胎氣或者影響身體健康，亦都唔建議去拜山嘅。第七，好多時候拜山嘅墓地都崎嶇不平，甚至乎冇一條正式嘅路行入去，但係我哋都要小心啲，唔好踩到其他先人嘅墳頭，行翻旁邊繞過去，以示尊敬啊。第八，經過其他人嘅龕位或者墓地，切忌評頭品足，譬如睇到人哋咁後生就離世，真係可惜啦。呢啲說話隨時冒犯咗其他先人，自己都唔知噶。第九，祭品可唔可以現場食呢？其實以前有個食山頭嘅習慣，拜完山每人食一啲，傾下偈，聯絡下感情。但係如果怕去過墳場嘅祭品唔吉利，咁就每人攞啲生果走就可以啦。第十點，有啲土葬地嘅山墳雜草叢生，我哋去到之後記得要首先清除雜草，以免化寶嘅時候發生火災，影響咗先人，就唔係幾好啦。11點就係我哋去完拜山之後返到屋企，除咗沖涼洗頭之外，就連衫褲鞋襪都要洗得乾乾淨淨，代表去除一切污穢，將一啲唔好嘅嘢洗乾淨晒去。其實都係一個衛生嘅問題嚟嘅啫。以上要注意嘅事項都係俾大家以作參考，始終各處鄉村各處例，都係視乎每個家庭嘅實際需要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美滿。